好多人成日以為港元鎖死7.8就等於絕對安全零風險，但你哋唔知呢個看似穩定嘅匯率數字背後，其實香港每一次資金走資、樓市調整、利息波動、打工人工縮水、鋪頭生意難做，全部都係聯繫匯率制度要付出嘅隱形代價。今日我哋徹底拆穿7.75至785匯率區間嘅真正運作邏輯，官方隱藏防線，未來最大危機，仲會講清楚普通市民、打工仔、業主、生意人應該點樣避險、點樣配置資產。喺全球金融市場嘅分析入面，香港聯繫匯率制度一直係一套極具韌性，但亦極度容易被大眾誤解嘅貨幣體系。好多人睇港元匯率，淨係識盯住7.75同7.85呢兩個數字，以為呢個區間係一個死板永久唔變嘅枷鎖，根本唔會深入諗香港點解要死死守住呢個區間。每一次金管局買港元賣港元嘅操作，究竟係救市定係純粹制度自動運行？每一輪外資流入、資金走資，對我哋普羅大眾嘅生活、供樓壓力、物價、股市、資產，到底有幾大影響？大眾對聯繫匯率嘅認知，90%以上都只停留喺港元掛鈎美元匯率好穩定嘅表層印象，但實際上匯率穩定從來都係有價嘅。香港為咗保住貨幣穩定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、保住自由資金流通，主動放棄咗獨立貨幣政策，長年被逼跟隨美國息口週期呢個制度取捨，先係近年香港樓市上落、資產波動、經濟節奏同美國完全錯位，同內地週期唔夾嘅根本原因。你日常感受到嘅高息壓力、供樓加重、消費凍水、生意難做，全部都可以追溯翻去呢一套匯率制度嘅底層設計。想真正讀懂港元命運、讀懂香港未來金融風險，首先要徹底推翻一個錯誤觀念。好多人以為聯繫匯率係固定匯率，匯率唔會喐，事實完全唔係咁。港元日常係可以喺7.75至7.85之間自由浮動，呢個窄幅走廊係香港幾十年金融實戰試出嚟嘅安全緩衝區，亦都係成個聯繫匯率機制嘅核心骨架。7.75係強方兌換保證，代表港元太強，市場搶緊港元；7.85係弱方兌換保證，代表港元太弱，市場爭相沽貨走資。只要市價觸及呢兩個邊線，金管局就會按照既定規則自動出手干預，唔需要政府主觀判斷，唔需要臨時政策調整，完全係機械化、透明化、市場化嘅自動調節。正正係呢種零財量權嘅規則設計，先令港元可以長期穩定，令全球資金敢自由進出香港。當市場資金瘋狂湧入，搶港元資產，港元需求暴增，匯價升穿7.75，長方機制就會觸發。金管局去向銀行買入港元，沽出美元，向市場注入大量港元流動性，沖淡港元嘅稀缺性，壓制匯價過熱，將匯率拉返正常區間。呢個階段市面港元水多，流動性鬆，息口有機會回落，股市同樓市通常會相對鬆動。相反，當外圍市場波動，外資信心減弱，資金撤離香港市場，瘋狂沽港元，匯價跌穿7.85，弱方兌換保證即刻啟動，金管局會主動回籠。市面港元投放美元儲備，收緊銀行體系流動性，推高港元息口，用高息留住資金，制止單邊貶值恐慌。呢個過程入面，市面錢緊，融資成本上升，供樓利息加碼，資產價格受壓，就係我哋最直觀感受到嘅市場代價。近年嘅港元走勢就好典型，展示咗呢套雙向機制嘅運作常態。一段時期頻繁觸發，強方保證資金紮堆流入，之後市場風向一轉，又多次觸發弱方保證資金有序流出。呢種先強後弱、雙向反覆嘅節奏，絕對唔係制度出事，反而證明聯繫匯率嘅傳導渠道、結算機制、套息邏輯、資金對沖渠道全部運作正常。如果一套貨幣機制連資金大幅流動都應付唔到，先至係真正嘅危機。而香港目前完全唔存在呢個問題。好多中意分析金融嘅朋友，好容易將而家嘅港元波動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直接劃等號，覺得而家局勢好危險，隨時重演當年樓市股市崩盤、資金瘋狂走佬嘅慘劇。但其實兩代市場、兩代機制、兩代交易環境根本係兩個世界，完全唔可以簡單類比。1997年嘅金融風暴係傳統線下交易主導，資金流轉速度慢，但風險係全面結構性崩塌。股市泡沫、樓市泡沫，銀行同業拆借枯竭，區域貨幣連環貶值，企業資不抵債，市場信心全線崩盤，係多重實體風險疊加先至釀成災難。但而家嘅金融市場
已經全面進入量化交易、順化交易程式交易時代，全球資訊同步秒傳，任何數據收息政策變動都會瞬間觸發海量自動交易，令港元匯率結餘資產價格短時間急速波動。但大家一定要清醒，算法唔係幕後敵人，更加唔係陰謀。所有量化交易套利操作都必須依附真實嘅港美息差、融資成本、流動性鬆緊、市場風險偏好先可以運作。機器只係放大咗市場本身嘅趨勢，唔會憑空製造風險。反而對比97年而家香港嘅貨幣規則、銀行監管、資本充足率、流動性工具、數據透明度、風險對沖體系，已經升級咗無數次，築起咗層層風險防線，抗壓能力同當年根本唔係同一級別。制度雖然進化得好完善，但結構性代價永遠避唔開。聯繫匯率最大、最隱蔽，亦都最影響民生嘅問題，就係香港徹底失去獨立貨幣政策。港元息口、流動性鬆緊貨幣週期，必須100%跟隨美國。美國加息，香港就算經濟差、樓市凍、消費弱，都必須被動高息。美國減息，香港就算經濟過熱、資產泡沫升溫，都有被動放水。美國制定貨幣政策，只會睇美國自身通脹、就業、經濟增長，完全唔會理香港嘅死活。呢種人哋定規則，我哋被動承受嘅錯位，令香港長年處於內外週期不匹配嘅拉扯狀態。一邊係美國嘅貨幣週期，一邊係內地嘅經濟週期，香港夾喺中間，所有錯位壓力、調整成本、市場陣痛，最終都要由香港企業、打工仔、業主、散戶全數承擔。而家全球宏觀環境越嚟越複雜，美國通脹同經濟走勢反覆波動，美聯儲長期維持偏緊息口。反觀香港樓市持續調整，零售轉型受壓，服務業復甦乏力，同時深度綁定內地經濟節奏，兩邊週期持續錯位，令聯繫匯率嘅息配壓力不斷升溫。呢種壓力從來都唔係突發危機，而係日積月累，滲透喺各行各業、各個家庭嘅隱性消耗。首先係企業層面嘅兩極分化，高息環境之下，銀行資金成本飆升，企業貸款融資、週轉利息全面上升，大型上市公司、跨國集團可以靠多元融資、多幣種對沖、海外資金渠道抵消高息壓力對佢哋嘅利潤影響微乎其微。但係本地中小微企業、茶餐廳、零售店、加工廠、本地服務商主要靠本港銀行貸款週轉，融資成本一升，利潤即刻被壓薄，嚴重嘅直接裁員或收縮結業。呢就係匯率制度帶嚟嘅階層分化、業態分化。再落到普通家庭，呢個制度嘅代價更加直觀。絕大部分香港家庭嘅核心資產係物業，同時背負大額按揭，港元加息直接令每月供款增加，家庭現金流被壓縮，日常消費、育兒、養老、娛樂開支被迫縮減。與此同時，高息壓制樓市同股市價格，家庭帳面財富縮水，進一步打擊消費意願，形成高息、資產跌價、消費收縮、經濟轉弱嘅惡性循環，層層傳導落去零售、裝修、家電、文旅、地產服務等所有基層行業。但有趣嘅係，同一套制度、同一套息口環境，對唔同階層嘅人命運完全相反。零負債、手握大量現金嘅退休人士，可以喺高息環境之下，透過定期存款保本理財，賺取穩定高回報，資產保值能力大幅提升。於是市場就出現咗極度鮮明嘅對比：供樓一族、持資產負債一族持續受壓，現金穩健一族、無槓桿族群持續受惠。換言之，聯繫匯率同美元掛鈎嘅制度，本質上會喺經濟週期錯位、息口變動之時，完成一次社會財富再分配。唔係制度出錯，而係制度設計本身就自帶呢個取捨。要貨幣穩定，要金融安全，要國際資金信心，就要接受週期性嘅財富轉移、階層分化、市場調整。喺對外經貿同消費層面，港元跟住美元強勢，亦都重塑咗香港嘅對外購買力。港元對歐元、日元等非美貨幣同步走強，可以對沖部分輸入性通脹，降低海外能源、原材料、進口貨品嘅成本，對本地進口商貿係正面利好。但與此同時，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波動，令港元對人民幣持續偏強，直接改變咗兩地消費格局。香港人去內地消費、置業、留學嘅購買力提升，內地遊客嚟香港消費嘅性價比下降。本港商場、酒店、餐飲、零售嘅客流同消費節奏隨之改變。呢種經融市場跟美國實體經濟跟內地嘅雙重綁定，造就咗香港獨一無二嘅經濟結構，亦都係港元長期雙向承壓嘅源頭。好多人見到港元同內地資金走勢、股市行情、投資熱度高度相關，
就草率斷言港元已經變相掛鈎人民幣，呢個係好大嘅誤區。貨幣掛鈎與否唔係睇市場相關性，而係睇發行機制、兌換規則、儲備支撐政策框架。現階段港元貨幣發行、匯率干預、外匯儲備貨幣基礎依然100%錨定美元，完全冇任何制度性轉向。所謂嘅中港市場聯動，只係跨境投資、滬深港通企業跨境融資、資金雙向流動帶嚟嘅市場化結果，唔係擠鬥改革。香港而家嘅正確發展路線係堅守美元聯繫匯率作為金融穩定核心，同時大力擴容人民幣金融生態圈，包括人民幣存款、人民幣債券、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、人民幣股票櫃台、互聯互通產品等等。目的係豐富幣種工具，降低單一依賴美元嘅風險，而唔係推翻現有匯率制度。市面一直有好多關於改革港元匯率制度嘅討論啦，其中最多人講嘅兩種方案，分別係掛鈎人民幣同埋採用一籃子貨幣，但兩者都有致命漏洞，根本取代唔到現行制度。先講掛鈎人民幣，理論上港元掛人民幣的確可以令香港同內地經濟週期、貿易結算、產業節奏高度契合，大幅降低跨境匯率風險。但致命問題係香港嘅核心競爭力係資金完全自由流動，市場完全開放，貨幣自由兌換，而人民幣資本項目仲有適度宏觀管理。兩者制度屬性根本唔兼容，一旦港元掛鈎人民幣，香港自由金融體系嘅優勢會直接削弱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會受衝擊，得不償失。再講一籃子貨幣制度，即係同時掛鈎美元、人民幣、歐元、日元，按貿易權重調節匯率。呢個方案睇落最均衡、最分散風險，但最大問題係規則模糊、透明度低、市場預期混亂。而家聯繫匯率贏在簡單清晰可預測，零炒作空間。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可以預判金管局操作，一籃子貨幣嘅權重調整、匯率中樞變動、干預節奏都可以好隨意，會大幅增加市場不確定性，提升企業對沖成本，刺激投機炒作，反而破壞金融穩定。仲有一個小眾講法就係港元掛鈎黃金，但呢個想法完全脫離現代金融邏輯。黃金唔產生利息，價格波動極大，冇經濟基本面支撐，只可以作為儲備分散工具。絕對唔可以做貨幣錨。現代貨幣信用靠嘅係經濟體產出、財政實力、金融儲備同制度公信力，唔係貴金屬存量。所以黃金掛鈎方案完全唔具備可行性。逐一拆解完所有替代方案就可以肯定，美元聯繫匯率依然係香港最優、最穩、最適配城市定位嘅貨幣制度。但穩定唔代表零風險。香港能夠長期守住匯率，靠嘅係雄厚外匯基金、穩健銀行體系、嚴謹財政紀律、透明監管機制，呢啲先係真正嘅金融護城河。香港外匯基金總資產規模龐大，投資收益穩健，足以全額覆蓋貨幣基礎，為匯率干預、流動性調節、風險對沖提供充足彈藥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多次肯定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嘅穩健性、透明度同抗風險能力，認可香港嘅財政儲備銀行監管同風險防控體系。我哋唔可以淨係睇總資產數字，仲要讀懂香港貨幣基礎嘅完整構成，先可以明白防線有幾紮實。香港貨幣基礎唔係淨係流通現金，仲包括銀行體系結餘、負債證明書、政府發行紙幣硬幣、外匯基金票據同債券。其中發鈔規則極度嚴謹，銀行要發行港元必須繳存對應美元換取負債證明書，絕對唔可以財政透支亂印銀紙，從根源守住港元信用。同時，外匯基金票據同債券為銀行體系提供咗海量高質、高流動、低風險嘅抵押資產，方便銀行日常流動性管理、同業拆借、信貸投放，保障成個金融體系資金流轉順暢，避免出現97年式嘅流動性枯竭危機。好多自媒體睇同散戶好中意睇銀行結餘炒風向，見到結餘短期大跌就大叫走資危機，呢個係典型嘅數據誤區。銀行結餘短期劇烈波動，多數係大型 IPO 招股、跨境資金歸集、短期套息交易、季節性資金調動造成，屬於正常市場行為。如果淨係拎極值數據對比，就會放大恐慌。但如果用全年週期睇，流動性整體好平穩，短期資金流動根本撼動唔到香港金融根基。分析金融一定要識睇場景、識睇週期，唔好被片面截圖、碎片化數據帶節奏。銀行體系穩健性係港元第一道動態防線。本港註冊銀行資本充足率長期遠超國際監管標準，住宅按揭、
拖欠比率長期低位，不良貸款風險可控。對比97年，銀行資本薄弱、風控缺失、同業風險連環爆雷。而家香港銀行已經具備極強嘅風險緩衝能力，可以從容應對樓市調整、資產波動、短期資金外流，絕對唔會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。如果銀行體系係短期防線，財政穩健度就係長期終極防線。全球所有固定匯率崩盤嘅案例，核心原因都唔係匯率機制本身，而係長期財政失控、債務暴增、經濟僵化、儲備透支、市場信心崩塌。最經典就係阿根廷，當年強行維持美元固定匯率，但政府長期赤字亂使錢，經濟結構老化，產業失去競爭力，最終儲備耗盡，匯率崩盤，貨幣信用破產。但香港同阿根廷係完全唔同嘅經濟體。香港零主權債務，財政紀律嚴謹，收支透明，從來唔會印銀紙填赤字，財政儲備充足，金融市場深度足夠，監管體系成熟，兩者完全冇可比性。不過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，財政結構嘅隱性問題值得長期警惕。近年香港財政呈現經營帳改善、資本開支龐大嘅格局，股市印花稅、利得稅回升，令日常經營帳目轉好。但基建城市更新、公共設施建設需要巨額資本開支，政府透過合規發債覆蓋項目資金，市場對基建發債有爭議。但客觀講，優質基建屬於長期公共資產，可以提升城市生產力，惠及多代市民。用長期債券匹配長期項目係合理嘅市場化操作，而且政府明確債資只用於基建，唔用於日常開支，守住咗風險底線。真正嘅隱患在於，基建項目如果延期超支，效益偏低，無法產生足夠經濟回報，長期累積嘅利息就會變成財政包袱。再加香港財政收入極度依賴股市、樓市周期性收入，景氣時收入暴增，低迷時收入大跌，收入結構極不穩定。配合人口老化帶嚟嘅醫療福利、養老、剛性開支逐年上升，結構性財政壓力先係未來最大隱患。聯繫匯率最怕嘅唔係短期市場波動，而係長期結構性財政缺口、短期資金外流。匯率波動、資產調整都可以用儲備同政策對沖，但如果財政結構性失衡、長期累積，會慢慢透支市場信心，侵蝕港元信用。呢個先係最值得警惕嘅長線風險。港元宏觀制度最緊要都係翻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同資產配置。對家庭打工仔、生意人、投資者嚟講，唔需要日日糾結制度改唔改、匯率崩唔崩，最實際係識得規避風險，守住現金流，穩定自己財務狀況。一般香港家庭收入係港元，供樓負債係港元，幣種天然匹配，本身已經自帶對沖，根本唔需要恐慌匯率波動。真正危險嘅係過度槓桿、超高負債，令現金流儲備喺高息週期，供樓加碼，資產價格受壓。一旦工作收入波動，好容易出現現金流斷裂。所以普通家庭最優策略就係減槓桿，留足應急錢，唔好跟風投機，保持財務穩健。如果有海外留學、跨境置業、境外師傅需求嘅家庭，唔好一次性重倉換匯，可以分批兌換，平均成本，平滑匯率波動風險。唔好賭單邊走勢，唔好情緒化操作。退休人士就更加要理性。高息雖然吸引，但唔好盲目追高息產品，一定要睇發行機構信用產品條款、底層資產，平衡收益同風險，優先保障本金安全同流動性，先至考慮回報。中小微企業最核心嘅風險係幣種錯配，好多公司收人民幣付美元、港元貸款，息同匯率波動直接食利潤。其實對沖方式好簡單，用遠期合約鎖匯率，縮短報價週期，分散供應商，優化幣種收支，已經可以大幅降低風險。企業對沖嘅目的係穩利潤，唔係炒匯率賺差價，穩健永遠比投機重要。對於年輕投資者，我想講一句真心話，與其日日猜匯率、估週期、賭走勢，不如提升自己能力，穩定收入，增強競爭力。宏觀週期普通人控制唔到，但自己嘅人力資本、收入來源、抗風險能力，先係穿越所有經濟波動嘅終極底牌。唔好被網上謠言、極端言論、虛假截圖影響，做出跟風退保、沽貨換匯嘅傻事。金融市場入面，情緒永遠比風險更致命。90%散戶虧損唔係輸俾市場，係輸俾自己嘅恐慌同跟風。判斷資訊真偽，最穩陣就係睇官方數據源、金管局每日貨幣數據、官方新聞稿、政府財政報告、國際機構評估。唔信三無截圖，唔信口頭傳言，唔信片面解讀。慢10分鐘核對已經可以避開90%無謂虧損。
平時我哋都可以透過6大信號持續監測香港金融同港元風險，提前掌握市場節奏。第一，長期結構性資金流向，區分短線投機同長線配置。第二，銀行結餘持續性走勢，短期波動唔使慌，單邊持續異動先值得警惕。第三，外匯基金資產結構同貨幣基礎匹配度，動性同風險結構比短期收益更重要。第四，銀行資本不良貸款同存款流向，守住銀行體系就守住半壁江山。第五，財政收支同發債邏輯，重點睇債務效益同可持續性。第六，人民幣跨境應用嘅市場化發展，分清市場擴容同擠鬥改革，唔好亂信改制傳言。展望未來3至5年，香港貨幣制度嘅主線好清晰，堅守美元聯繫匯率穩定核心，同時加速擴容人民幣金融工具，對沖週期錯位風險，優化市場適配能力。呢條路震盪最少，確定性最高，完全貼合香港連通全球對接內地嘅核心定位。我哋亦都可以用3個情景預判未來走勢。第一係溫和復甦，美國通脹回落，息口下行，港美週期錯位緩解，香港樓市消費股市穩步收復，政府可以專注產業升值同財政優化。第二係長期承殺，美國維持高息，內外內需偏弱，港元匯率穩，但資產同經營持續調整，需要政策主動對沖週期壓力。第三係極端風險，全球流動性收緊，地緣風險爆發，多重風險共振，考驗香港儲備監管同市場韌性。縱觀金融歷史，全世界冇任何一套貨幣制度可以永久不變。香港聯繫匯率可以屹立幾十年，穿越無數金融危機，靠嘅唔係7、8呢個數字，而係透明規則、充足儲備、穩健財政、成熟監管同靈活調節機制。而家港元嘅雙向波動、資金流轉、經濟調整，都係制度適配週期嘅正常現象，唔係危機先兆。穩定從來都係有代價嘅。香港保住金融穩定同國際地位，社會就要承受週期調整、財富重構、產業轉型嘅陣痛。未來香港嘅核心競爭力就係持續優化風險防線，平衡內外週期，豐富金融工具，提升經濟適應力，喺穩定之中尋求長期發展。如果睇到呢度，你已經比90%普通人更識得香港匯率、金融風險同樓市、股市底層邏輯。呢條片乾貨夠晒紮實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即刻點讚、訂閱、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鍾意我哋粵語深度金融分析嘅朋友，記得關注，長期帶你拆解香港經濟、樓市、股市、匯率真相，唔走偏、唔跟風，識風險、識佈局。下次繼續更新進階乾貨，我哋下期再見。